手快少少啊！我錄像嘅影到，大峽谷影到啊！後宮佢地震咗之後就可能就生意少咗啦。真係好難管理啊！冇人啊，啲人唔敢嚟啊嘛。驚跌啊！係啊，呢刻幾大啲山石，如果地震多次嘅話，咁走唔到啲路。因為要花好多工程。係啊，花半年一年㗎啦，至少。走啦，一路走啦。咁啊，